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较早的人若无钱，饲鸡饲猪斗相天；起码的人若有钱，饲狗当做囝咧饲。较早的人若无钱，路边野菜满当食；起码的人若有钱，开钱餐厅食野菜。较早的人若无钱，上班上课骑铁马；即卖的人若有钱，秘伫客厅咧骑铁马。无钱的人想结婚，有钱的人想离婚。无钱某兼秘书，有钱秘书兼某。无钱假做好野人，有钱假做算计人。动物园内面，足侪人为了看大狒狒，其中有一对翁仔某讲：真奇怪。愈歹看的动物，煞愈侪人咧在看啦。水某诶，莫讲遐大声啦，紧大家拢越过来咧看你呢。一摆我同同学去耍海盗船，一位阿伯啊坐伫我头前，一副老神在在，真稳安尼。船一动，大家是爱爸叫母叽叽叫。毋过对头到尾，我拢无听阿伯哀呢，敢若听着伊一直喊熊啊熊啊。坐了我行过问伊：阿伯，你这勇呢？你拢袂惊哦？是囡仔，相公恁祖嘛袂惊，我是惊甲一直叫阮老的名啦，我就一直叫熊啊熊啊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做出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有伫看本，明礼拜暗时6点准时我播影片，刷。